哇，小姐，你冇事啊嘛？哇！你踩單車定踩風火輪啊？差啲送我上頭條喎！西沙飛車黨撞擊路人喎！我朋友話呢度有筍盤啊，我驚連磚頭都搶唔到啊！吓？你講緊 Sierra 呢個樓盤？聽講呢有豪華嘅會所，仲有好靚嘅海景，仲有條差啲撞到人嘅單車徑。啊！你咁講，我都唔知你係搶樓定搶 ICU 床位啊！西沙 Sierra C 係由國際級發展商新鴻基地產打造嘅低密度豪宅。Sierra C 由4座大樓組成，合共提供781伙，私隱度極高。實用面積由279至1021平方尺，間隔介乎於1房至4房。間隔方正實用，全部向南或者向海，採光度一流㗎。對於有小朋友嘅家庭嚟講，教育一定係首要考慮。西沙 Sierra C 屋苑入邊設有國際幼稚園，1分鐘就到英基啟新書院幼稚園，完全唔需要擔心接送嘅問題啊！雖然屋苑嘅環境清幽，但交通一啲都唔舒適㗎。樓盤門口就有多條巴士線及專線小巴，5分鐘直達烏溪沙站，9分鐘直達大學站，接駁東鐵線出港島區超級方便。將來入伙仲會設置唔同嘅路線來往沙田、荃灣、東西九龍等地區，揸車出市區都係15分鐘，保值能力再度升級。日常生活方面，行3分鐘就會到大型超市，附近仲有海濱長廊同單車徑，啱晒你哋咁中意運動啊！如果想食好嘢，呢度都有好多餐廳㗎。總括嚟講，西沙 Sierra C 無論係自住、投資定係家庭客都咁適合。而家入場仲有家私禮券送，真係機會難逢啊！哇，講樓盤，你真係講到自己專家喎！你知唔知呢度啲人叫我咩名啊？叫你咩名啊？西沙高柏 Google Map。西沙 Google Map， 你唔係淨係踩單車嘅啫咩？梗係唔係啦，靚女！我朝早7點鐘就由馬鞍山踩單車入嚟西沙高柏，右邊係山，左邊係海，呢度啲景仲靚過我電話裏邊嘅 wallpaper 啊！仲可以去到西沙高柏新開呢個 Aqua 影下呢個壯麗嘅景色，真係好靚。我成日同啲車友咧嚟呢度影相啊，跟住擺啲相上去呢個 social media 啊下 like 啦，真係。水上活動中心隔離仲有好多個同自然融合嘅打卡位嘅喎。哇！我堂西沙 Google Map 都唔知有咁嘅地方。你頭先張自拍啊，好似今日天氣咁好咧，仲可以影到單車、海景、藍天白雲3合1嘅明信片 view 添啊！唉，早知我上個月唔企喺度成個鐘頭影張咁嘅相啦。不過唔同你講住啦，我爭啲唔記得咗去搶筍盤，拜拜。哎呀喂，唔使咁急住喎，你要揾嘅嘢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喎。莫非你就係？冇錯啦，你見到呢一身咁專業嘅裝束，我就係世紀21白石角分行嘅地產經紀阿 Fish。咁等我帶你去間隱世咖啡，一路嘆咖啡，一路同你介紹啊！行啦。如果想睇多啲樓盤資訊咧，歡迎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 我哋嘅 YouTube、Facebook、IG。我哋下集見啦！